大家好，我係汪家志 Dr. Joe。喺今集裏面咧，會同大家講下退化性滑脫症係乜嘢嚟嘅。咁原來咧，退化性滑脫症咧，通常咧同椎間盤突出或者脊椎狹窄症咧係息息相關嘅。咁同埋今日咧會同大家再講下咧另一套新嘅運動叫做 Williams Flexion Exercise。點樣用呢套運動咧去幫助咧腰椎狹窄症或者腰椎滑脫症嘅問題，所以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最近咧咁有啲觀眾咧嚟到診所啦，咁問我咧關於椎間盤突出症啦，咁佢睇過我好多片，咁就問我啦。我睇咗個磁力共振報告，又話我係有椎間盤突出，但係又講我係有呢個狹窄症，又話我咧有呢個叫做滑脫症。咁邊樣嘢係最大問題呢？咁同埋佢好擔心就係嗰個滑脫症而家去到已經係 Grade 2咯喎，係嘛？Grade 2即係第2個階段嘅嚴重性。咁係咪因為咁樣而令到椎間盤突出呢？咁樣？咁我相信咧，好多嘅病人咧，當佢照咗磁力共振啦，攞到個報告之後咧，都好擔心嘅，因為咧好多英文字啦，好多嘅醫學名稱啦，但係都唔知點解咧，自己會有腰痛啊、坐骨神經痛或者腳麻痹嘅喎。所以今日咧，我想趁呢個機會咧，咁同大家分享下咧，特別咧就係嗰個叫做退化性滑脫症係乜嘢嚟嘅？佢英文叫做 Degenerative Spondylolisthesis。咁不如同大家講下點樣可以先知道係自己有滑脫症啦。其實咧好簡單，喺 X 光或者磁力共振裏面咧就可以見到有冇滑脫噶啦。因為咧骨同骨咧正常嚟講咧就係要連埋一齊嘅，但係如果滑脫嘅時候咧就會向前傾向前傾，咁令到咧嗰個椎間管道咧就會自然咧窄咗。因為當你咧本來咧係有空間噶嘛，係咪？咁但係咧一個滑脫嘅時候咧，佢就會窄咗啦。咁變咗本來咧好似一條管道咁樣好暢順嘅，當有滑脫嘅時候咧，佢就會咁樣拉開咗。拉開咗之後咧，好明顯咧可以脊髓可以穿過嘅位置就比較少咗啦。呢一種咧嘅滑脫症咧，我哋就叫做退化性滑脫症。咁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咧，其實滑脫症咧都分5個唔同款式嘅有分類嘅。咁呢個退化性滑脫症咧係退化年紀大咗，因為咧佢嗰個椎間盤咧慢慢咧就退化，越嚟越窄，越嚟越少，然後咧就令到咧附近就生好多骨刺，令到咧嗰個脊骨同脊骨咧就失去正常嘅穩固，然後就慢慢咧就前傾嘅。特別咧呢個咁樣嘅退化性滑脫症咧，就喺嗰個 L4 同 L5嘅位置。咁大家記住，L4、L5 壓住 L5 神經線啊嘛。咁壓住嗰條神經線咧，自然咧隻腳就會出現麻痹腳趾公會有麻痹或者有啲坐骨神經痛嘅問題啦。咁頭先都講啦，本身係有5個唔同嘅type款式嘅。咁第一種咧就係遺傳性啦。咁遺傳性就一出世就有㗎啦。有一啲人咧就叫隱性脊椎裂啦，即係喺嗰個嘅底骨或者 L5咧就可能咧就裂咗，咁變咗咧整到佢咧會好容易咧就唔夠穩固。咁第二種咧就係一啲嘅可能後生仔啦，通常後生仔多嘅，咁就係可能打波或者有啲問題咧，令到咧其中咧佢嗰個嘅嗰個叫椎弓嗰個部分咧就突然之間斷咗咁斷咗之後咪令到佢有呢個問題咯。咁第三種就頭先講咧嗰個咧就係個退化性嘅滑脫症。咁呢個退化性滑脫症咧，頭先講 L4、L5 最容易發生啦，同埋咧女性患呢個機會咧比較大啲，50歲以上嘅人士咧就開始有呢個問題嘅。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其實同我哋講係退化有關。咁聽落就好得意啦。咦？咁好似我之前有講過關於一啲叫做脊椎狹窄症咯。狹窄症大約55歲開始會有呢個問題啊嘛，因為個管道窄咗啊嘛。
如果觀眾咧有睇開我個視頻咧，咁啊真係明白我講啲乜嘢啦。原來咧退化性嘅滑脱症咧，同椎間狹窄症狹窄症係有相連嘅。大家都係退化，令到個管道窄咗而壓住神經線。咁啊，再解答翻之前個問題啦。咁同椎間盤突出係咪有關聯啊？咁梗係有啦。嗱，如果你又本身有啲椎間盤突出，咁之前都講過啦，椎間盤突出你20歲都可以有椎間盤突出症噶嘛，係咪？如果你本身有椎間盤突出，再加埋咧年紀大咗啦，椎間盤開始咧慢慢越嚟越窄啊，或者越嚟越退化啦，咁令到咧佢開始向前傾，令到有一個滑脱症嘅，自然就會更加容易出現狹窄症啦。咁所以咧，希望同大家咧了解下就係話，原來咧，當我哋有呢個嘅管道狹窄症咧，管道狹窄症就好容易咧都係揾得到有呢啲咁樣嘅滑脱症，呢個係退化嘅一種。咁啊，再加埋如果有椎間盤突出咧，就令到個病徵咧更加嚴重啦。仲有第4款嘅滑脱症啦，咁就通常咧就同創傷有關嘅，真係撞車撞裂咗嗰啲骨令到咧嗰個脊骨向前傾嚇。咁第5咧就係本身係一病理性嘅，可能係患咗癌症或者患者一啲叫做變形性骨炎啦，或者成骨不全症咁呢啲咧都係一啲病理而產生呢啲滑脱症嘅。咁所以嚟講咧，我哋今次會特別咧就講關於咧就係嗰個叫退化性嘅滑脱症因為咧呢個同我哋咧平時息息相關長者隨時都會發生嘅。咁同埋一陣間就再講下一啲嘅研究報告同埋呢一啲嘅運動咧可以同大家點樣做嘅。咁我就攞翻一啲咧近期少少嘅2021年嘅報告，就由墨西哥嘅一班團隊教授同醫生咧喺佢哋嘅大學啦，佢哋嘅醫院裏面咧就做研究。咁呢個實驗係做咩嘅咧？佢就揾到一班咧係患上呢啲退化性滑脱症嘅病人啦，有男有女，咁大約90人。咁佢哋咧就俾唔同嘅運動去做，2款唔同嘅運動，咁將佢分開咧一半一半咁樣去做。咁一頭嗰半咧就做一啲係我哋平時學開嘅，即係對嗰個滑脱症好有幫助嘅一啲嘅stabilization即係脊椎嗰啲嘅可能核心肌肉運動強化背肌強化嗰個核心肌肉嘅運動啦。咁睇下做完之後做咗6個月之後個效果係點樣？佢哋痛會唔會少咗或者有冇一啲嘅改進麻痹會唔會少咗？咁另外一半嘅病人咧就做一種咧叫做向前彎腰英文叫做 William Flexion Exercise。咁大部分咧都係向前彎腰嘅。咁又係俾佢做6個月咁又係睇下佢啦。病之前係點做完6個月之後咧嗰啲痛會唔會減少麻痹會唔會減少咁得到嘅結論咧就真係原來好奇怪喎。大家都會諗咧就係話應該如果你有滑脱症啦，脊椎有滑脱症有退化嘅，你做翻啲核心肌肉嘅，正常嚟講應該一定好過淨係做向前彎腰嘅運動啦，係咪？其實又唔係喎。原來咧有發現咧2組人咧都係做呢種運動，發現咧原來淨係做核心肌肉運動嘅人士，同埋淨係做向前彎腰William Flexion Exercise 嘅運動嘅病人咧，大家嘅分別即係嗰個 result 咧個成果咧都差不多都有明顯嘅進步都有減少咗嗰啲麻痹，令到佢冇咁痛。咁即係話咧，如果你患上退化性嘅滑脱症咧，可以做2種運動，一種就係核心肌肉嘅強化啦，令到個腰骨可以有 stable 啦，可以穩固啲啦。另外咧，不妨做多啲彎腰嘅運動。咁一陣間會教大家做咧。咁你會聽下咧，就會覺得咦咁奇怪嘅，向前彎腰咪好似狹窄症運動咯，非常正確啦。其實咧呢套運動咧，其實都適合咧如果患上腰椎狹窄症嘅運動
患者啊去做嘅。第二個研究咧就喺2006年，比較舊少少嘅，咁就由一班團隊啦，一班醫生團隊咧叫做 Vibert 啦 ，VIBERT。咁佢嗰班團隊咧就試過咧，就係有啲嘅患者患上呢個嘅退化性滑脱症啦。咁叫佢哋做一組人咧，淨係做彎腰向前彎腰；一組人咧就係做向後拗腰extension， 即係好似麥根基嗰啲。咁睇下咧嗱，如果患上呢個咁樣嘅滑脱症、退化性滑脱症邊一款嘅運動咧係有幫助嘅。研究發現咧，原來咧向前彎腰嘅運動做呢班嘅病人咧，成果係好多喎。反而咧向後拗腰咧，啲病人咧反而咧仲差咗喎。咁即係話咧推倒翻咧就之前咧，即係講關於即係如果你有椎間盤突出咧，咁咧就要向後拗腰啦，係咪？但係原來咧你有滑脱症咧，證明咗咧要向前彎腰咧滑脱啦嚇。咁相似咧，好似咧嗰個管道狹窄症咁樣咧，咁樣做咧就可以幫助到咧減少嗰個嘅椎間滑脱症而引起嘅一啲嘅痛楚嘅。Williams flexion exercise 咧，其實咧主要就係一啲嘅向前屈曲對腰椎有效嘅運動啊。咁大家可以咧跟住我呢個運動嚟做嘅。咁點做咧？非常簡單嘅咋。咁你就瞓咗喺度 ，OK？ 之後咧就係咁樣啦，就係咁簡單。咁數10下，1、2、3、4、5、6、7、8、9、10，放鬆。嗱，如果咧膝頭哥有痛嘅，不妨咁樣做。見到嘛？咁我哋做埋另外嗰邊啊，又係咁樣向心口如果膝頭哥痛嘅，就可以放喺下邊。OK， 數10下，1、2、3、4、5、6、7、8、9、10，放鬆。兩邊重複做3次，咁我一日可以做3至4次㗎，大家不妨試下啦。下一個運動又係瞓喺度做嘅。就係咁樣，兩隻腳抱膝，就係咁簡單。數10下，1、2、3、4、5、6、7、8、9、10。嗱，上得幾多上幾多咯嚇，咁唔好整親個背脊。最好咧早午晚做下嘅。嗱，如果膝頭哥痛咧不妨咁樣做都得嘅。我哋做多10下，1、2、3、4、5、6、7、8、9、10，放鬆。呢個運動咧點做咧？坐喺度先，然後之後咧隻腳微微屈曲先，屈曲慢慢向前，隻手就要掂住啲腳趾，就係咁簡單。你會問我可唔可以伸直隻腳？梗係得啦。如果你後腿個膕繩肌夠鬆嘅話，伸晒直都得。但係如果一般嚟講咧，如果唔夠鬆咧，好似我咁微微屈曲，再慢慢向前，見到嘛？然後數10下，1、2、3、4、5、6、7、8、9、10，放鬆。咁可以咧咁樣做咧，就重複做3次嘅，大家不妨試下啦。呢個運動咧就好似助跑咁樣，就係咁簡單。個頭望前邊，1、2、3、4、5、6、7、8、9、10。嗱，如果後腿跟過緊嘅，屈起少少做都得嘅。1、2、3、4、5、6、7、8、9、10。好，之後換腳，就係咁啦。嗱，個頭記住要望住前面喎，又唔好耷低頭喎。1、2、3、4、5、6、7、8、9、10，放鬆。咁重複兩邊做3次，大家不妨試下啦。呢個運動咧就好似 sit up 咁樣嘅，我哋強化個腹肌，亦可以令到條腰骨咧有少少向前彎嘅效果。咁攞個波或者攞個枕頭都得，
結埋，咁樣就係咁啦。然後之後就1、2拍埋自己，3、4、5、6、7、8、9、10，明唔明啊？又可以咁樣嘅喎，咁樣之後個下巴向自己，1、2、3、4、5、6、7、8、9、10。但係做嘅時候記住喎，唔好用條頸喎，要下巴向下，用心口向前咁樣做。咁可以做10下然後就休息下，咁重複做3次。大家不妨試下啦。好啦，咁而家手上面咧，我就已經有 Dr. Jo 品牌嘅按摩槍啦。咁望下個盒咧，就已經見到按摩槍嘅圖片啦。等我同大家一齊開箱先。好啦，一打開咧就已經見到一個好靚嘅黑色盒咯喎。咁佢仲要係防撞嘅，超級細心啦，有個手抽咁樣。好，咁我哋打開拉鏈睇下按摩槍嘅真身先。哇！咁我哋就見到紅色嘅按摩槍啦，仲要係磨砂嘅質地，相當精美喎。咁裏面咧仲有睇下1、2、3、4、5、6，仲配置埋6個唔同嘅按摩頭。咁咧呢個按摩槍咧仲配備埋 USB 線嘅充電喎，咁就太方便啦。因為咧無論你係世界各地嘅朋友仔都好咧，都唔需要擔心充電嘅問題啦。咁我哋不如咧就用呢一個圓形嘅波波頭試下個按摩槍先，應該咧好簡單，我哋握實佢就可以噶啦。咁我哋望下按摩槍嘅底部啦，呢度就會有個開關。首先我哋着咗個電佢，係啦，見到着咗燈啦。然後我哋望下後面，呢度仲有一個開關掣，我哋撳一下。而家咧按摩槍咧就係用緊1度嘅力度。咁我哋有加減，可以加最多去到30度，但我哋就唔需要用咁高嘅度數啦，用1嘅度數就已經好足夠啦。咁就適合啲初學者啦，或者新手咧就適合啦。同埋咧，大家用按摩槍嘅時候咧，記得盡量唔好按我哋嘅頸部啦，因為頸嘅位置咧比較多血管同埋神經線啦，唔小心咧就會整親嘅。而 Dr. Jo 提醒我哋啦，亦都唔好去按我哋骨頭嘅位置。好，咁好多朋友仔就問啦，咁我買咗呢把按摩槍返屋企之後，咁我點先知道自己用得啱唔啱啊？冇錯啦，因為咧呢把按摩槍咧係會再附送一個由 Dr. Jo 親自教授嘅80分鐘使用按摩槍嘅課程喎。咁喺呢個課程裏面咧 ，Dr. Jo 咧會一一為我哋講解點樣運用唔同嘅按摩頭，再加埋唔同嘅按摩手法，配合埋呢支按摩槍去針對性處理我哋痛症嘅問題。而家呢支按摩槍再加埋由 Dr. Jo 親自教授嘅課程，只係售價880蚊咋。如果你身邊嘅屋企人同埋朋友都有痛症問題困擾嘅話，記得把握機會啦。但如果你已經有筋膜槍，你又想得到 Dr. Jo 親自教授嘅使用筋膜槍課程嘅話呢，而家只需要700蚊，咁你就可以隨時隨地跟住 Dr. Jo 用筋膜槍去舒緩痛症啦。咁多位朋友記得留意我哋嘅網站，因為我哋會定期出更多唔同嘅新產品，快啲抄低個網址 www.drjoone.com， 下次見。剛才為大家示範呢嗰套 William Fraction Exercise 大家記得跟住嚟做咯噃。都係咁講啦，做嘅時候有痛有唔舒服呢，就要停，就問一問醫生啊。咁你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呢，就記得介紹俾你啲親戚同朋友俾個 like， 訂閱我頻道，同埋要請按鐘，仲要留言俾我咁喺度祝大家身體健康啦。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Dr. Jo